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读到今仔日圣经节马太福音第5章，咱进前捌读过前半段，读1节到12节。本来迄个所在是要有8篇的讲道篇，总是我只有讲到1篇，然后用的是第3段的所在是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。对13节一直到16节，讲起的是咱真熟的圣经节，是讲起羊甲光。我想这是常常咱会提醒家己，诚做一个基督徒爱亲像羊甲光。所以有真侪团契会叫做光羊团契，有真侪教会会叫做光羊教会，有的叫做光羊，有的叫做羊光。然后有的所在伫迄个中间我会记伫凤山有一间齿科，伊叫做阳光诊所，不是张眼光的眼光，是阳甲光的诊所。意思就是伊一直提醒伊家己，伊是要做一个有基督徒香味的齿科医师。然后伫伊今年伊旧年退休。即个医师也诚趣味，伊看诊可能得要40年吧。伊讲以前了后，伊的囡仔家己嘛后来去做齿科的医师。伫伊的诊所内底真趣味，伊的诊所内底伊无上界先进的设备。伫台湾的诊所有时伊的诊所会非常的水，亲像病院诊所用甲亲像迄落展览馆安尼，甚至有咖啡的香味。但是伊的诊所足简单，但是去看的足侪阿公阿嬷，因伫迄个30-40年的中间，真正互人看见伊即个做齿科医师的是诚做一个羊甲光。但是伫即个中间有一个所在，可能爱来提醒大家。第5章第1节到第12节，其实讲起的是8福。13章开始讲起羊甲光。咱若对头前第1节到12节来看，重新搁转来看伊遮所讲的8福是啥物？若是根据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，即个第1个就是第3节的吼。伊讲心内爽享的有福气，因为啥物货是因的？天国是因的，所以天国是为着啥物人来备办的？心内爽享的人。即个特别，即个较特别哦，因为注意哦，咱先看到遮，伊讲到天国是因的哦，是心内爽享哦。咱等下搁看吼。然后第2个讲起，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。哇，我想即句话是诚特别哦。伊讲起讲，忧闷的人有福气。因为有忧闷的人，伊要得到安慰。若无忧闷的呢？无忧闷的，敢有需要安慰？嘛是需要无共的祝福啦吼。但是伊讲起的，就是你若有忧闷的，你就要得到安慰。原来天国是即种型的哦。伊忧闷的，有福气的人是即种型的吼，这是讲8福。所以有福气的人就是即种型的。啥物叫做福气？就是你有忧闷，但是你得到安慰。然后第3个，这是第3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承接土地。若无温柔真歹的人呢？我毋知拄好甲这倒边。但是伫遮看见承接土地的人，毋是迄个真歹的人，毋是即个真强的人。毋是迄个真有价值的人，总是却是温柔的人去承接即个土地，承接即个名分，承接即个财产，承接即个世间所留落来物件。若第4个，伊讲起咬喙焦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哇，要得到饱的人，毋是迄款食饱的人。要得到饱的人，反倒是迄款行无义的人，
翕无字的人，字敢会当做饭食？我毋知，但是伫遮却互人一个福气，讲你若是一个翕无字的人，你要得到饱。即种的饱到底是甚物款的饱？过来，伊讲人闽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爸得到人民。即若看到即句，我全想起读国小的时有一句话说，伊讲起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。你要安怎？你想爱人安怎对待你，你就大声安怎来对待人。所以人闽人的人，伊也要得到人民。这是耶稣伫即个中间所讲起福气。然后接续伊阁讲起啥物？伊讲起清起心肝，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什么人要看见上帝？是迄个心肝清气，清起心肝的意思，就是讲伫你的心内，毋是有真济的歹，毋是有真济的自私，毋是有真济的私欲。因为伫你的心内底，只有清心的人，才会看见上帝。这检菜对真侪人来讲，是一生想要超找答上帝啊，你到底伫倒？上帝啊，伫战争的中间，你伫倒落？上帝啊，伫夭娥的中间，你伫倒落？上帝啊，伫有人受暴力，互人拍，互人欺负的时，你伫倒落？你若要伫即个情景的中间看见上帝，大声心肝爱情，毋是为着家己来超找伊。然后耶稣伊阁伫即个中间讲起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互人和平的人，哇，称做上帝的囝，这是何等的身份，这是何等的价值。但是即款的价值，毋是讲真牛的人要从称做上帝的囝，反倒是互人和平，互人和好的，互人伫遐无法度做伙讲话，总是会当坐落来重新食饭的。即种的人要称做上帝的囝。啊，接续搁一个，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哇，为着伊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。所以天国是甚物人的？是为着伊受迫害的人，然后阁有心内所向的，因为伊所讲着的拢是天国是因的。看见着遮的物件，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检采伊感觉真欢喜，所以对主耶稣就是福气。所以伫迄中间，真侪人伫遐分对主耶稣，一群人走去到山顶，有物件通食的，无物件通食的，拢总去到山顶咧找耶稣，听耶稣伫遮讲，福气到底是啥物？亲爱的兄弟，捌福，你有几个福气？你有几成会把握讲？捌福内底，有2福、3福、4福、5福，已经伫我落地啊内底。其中啥物会上难？即内底捌福啥物会上难？可能对每一个人的个性来挑战的话，每一个人的挑战拢无共。有个人讲，伊心内所有的，往心内所向的，但是我出世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想要送向拢有困难。即个马太福音写的是心内送向的人，你若是另外福音书写的是送向的人有福气。伊讲的物件完全字眼，伊阁无共款。但是趣味的是，当耶稣伫遮咧讲遮的物件，讲捌福，捌福到底是应该属啥物人的？捌福到底是应该互啥物人的？无拍算，捌福到12节讲了以后，去到13节，全去讲着盐甲光。所以讲，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用啥物互伊咸？后来无路用，不过ฮ็伫外面，互人吞打。然后14节讲，恁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月因温捌，
无人点灯下伫斗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。八福讲了，搁转为阳甲光。亲爱兄弟，耶稣到底伫即个中间要讲啥？耶稣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，伊伫遮要讲起，今仔日你分对我应允你会当得到福气。但是今仔日你毋是为着福气来分对我，今仔日你来分对我，真正需要的是啥物？真正的需要是做盐甲做光。这相片毋是我翕的，这是我本顶去看到、找到的。伫进前我也捌用到一寡，我搁捌去过死海，但是迄个中间会当找到真济相片。死海啥哪有名？因为伊的盐分真悬，所以伫伊水边遐个石头顶有真济盐的结晶。我会记伫旧年有一摆的讲道内底去解说，讲起啥物会叫做盐？其实伫中东因的盐差不多拢伫石头顶，所以因若要煮，对善乡人、对一般的人上简单的，就是用石头顶悬的盐，然后烤烤的，就会当做料理的路用。若是用现在话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盐啦，迄是 Costco 卖有够贵的啦。石头顶悬的迄个盐，迄款的盐真趣味。你若去查，有真济民族，因会直接用石头放入汤内底来煮，所以煮出来汤会安怎？就咸味。当然啦，毋是死海边仔啊，死海边仔迄伤咸啊。你若落去煮吼，迄骹汤全袂食的。然后因会用无共款盐粉的石头，因会有诶直接放在汤内底，然后有诶因会将迄个石头全放伫火顶悬烘，然后将肉放伫石头顶悬，敢听有？将石头放伫火顶悬烘，然后石头顶悬的盐有盐，你肉甲放落了后，伊全顶悬的盐混着迄个肉，所以迄个肉就会当调味。我想伫耶稣的时代，真少有通用盐，亲像咱现在的习惯，去 superstore 买一盒盐，俗俗啊，然后要偌济就倒偌济。我想是迄当时因咧用盐的方式，甲咱现在用盐的方式非常无共款。所以当耶稣伫即个中间讲起，恁是地上的盐，迄个地上的盐所讲起的是啥物？恁是调和即个世界的物件。伊咧讲起，就亲像盐对食物中间的重要性。一骹汤，一盘菜，有放盐甲无放盐，伊出来结果完全无共款。所以耶稣伫即个中间讲，恁是地面上的盐。爱去做的工作是啥物？是去做调和的工作。今仔日耶稣伫即个中间，毋是要遮的人讲，你若跟对我，就会当有福气，所以你爱来跟对我。耶稣伫即个中间讲，恁遮的人是地面上的盐，但是盐爱有味啊，爱亲像石头顶悬的盐爱有味啊。若是无味的盐，若是照着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，伊讲起盐若失味，要用啥物互伊搁咸呢？无法度。所以即粒石头无路用，所以迄伫外口，互人吞大尔。一个无法度伫人甲人中间去调和，去做互人有味的，伊无价值。亲爱的兄弟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耶稣伫即个中间的应允，将来就毋是为着咱家己本身，为着咱家己的好，要去做啥物货。诚做一个基督徒，是常常提醒家己，我伫众人的中间到底有路用无？
我是互人认捌上帝，迄是因为我甲伊三角之地，会当互伊有快乐敬拜上帝。耶稣伫即个中间所问的是，基督徒就是一个羊，但是假使咱身躯顶悬，互人调和，互人有味的羊若无去，咱失去咱原来存在价值。若是安尼，咱会足细致的。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成就是啥物？毋是家己偌请赢，毋是家己有偌好，嘛毋是迄粒石头讲，迄粒石头到底有偌咸，总是互咱看见，伫咱四周围的遮个人，是毋是因为咱的存在，互伊的活命，互伊的身体，互伊的人生，互伊的家庭，哪来哪水？亲爱的兄弟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服侍上帝上界重要，咱的价值是徛在伫咱四周的人，毋是咱家己本身。咱的价值毋是用你会当一世人趁偌济钱，你一世人有偌济身份地位，你一世人有偌济好名声，来判断你即个人到底有价值。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价值，是伫你四周围的人，是毋是因为你的关系来得到利益？互人袂当做伙会当做伙，毋捌上帝会当捌上帝，甚至会当互别人去承接土地，互别人去看见上帝，互别人去怜悯人，也互因家己得到怜悯。这个福气是互啥物人？这个福气是互遐个妖魔军队上帝。耶稣讲，恁是世间的光。耶稣伫圣经在内底所讲起的是城起伫山顶，袂有温饱，所以伊讲起无人点灯是囥伫斗下，无人将迄个灯点起来是囥伫眠床骹的。光爱愈悬愈好，上界大、上界好的光，若伫世界上咱会当看见的，应该就是太阳。即个太阳若出来，咱会当看见世界。但是太阳若无出来，有时咱含头前的路就看无。今仔日耶稣讲，恁是世界的光。那恁是世界的光，伊的意思是，咱所要行的路会当因为咱家己的光来照光咱的路吗？绝对毋是。你头前的路，毋是因为你的关系来照光找着路。你头前的路是因为别人做光来照着你头前的路，互你清楚知影要安怎行。但是对咱家己本身来讲，咱的职责、咱的工作以及咱存在意义是啥物？是去照光别人，互别人看见伊所着行的路。照光伊的方式有可能是咱真好的经验。我安怎服侍，所以我甲你讲安怎服侍。总是照光别人的方式，嘛有可能是咱过去所捌有的失败。因为我过去只看见着我家己，所以我无倒。因为我过去我所做的，互我的四周围无好的光会当照着我的路，所以我毋知正路。今仔日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需要亲像日头，总是正做日头是照光别人，毋是照光家己。日头是互别人看见，毋是互咱看见。这是基督徒一个上界重要，耶稣所交代咱爱诚做光，诚做盐。咱可能会问讲，若是安尼，我要安怎知影我着做啥物？我要安怎知影我的路是伫倒？我要安怎知影我安怎做盐，我安怎做光？亲爱的兄弟，人生是咱家己选的。今仔日咱读圣经是为着要伫世间找到一个合上帝旨意、合
合上帝欢喜的路。今仔日咱祈祷，毋是只有向上帝来求讨，今仔日咱祈祷是互上帝一个机会讲，我的心若无够清心，主啊，改变我。基督徒的祈祷，常常毋是一个改变别人的祈祷，基督徒的祈祷，搁较济是改变家己的祈祷，互家己的心清，互家己的目睭看有，甚至互家己知影讲，这毋是我意爱的，但是我知这是上帝爱我行的。人生是咱家己选的，毋是别人去甲你讲你着安怎做。今仔日要安怎做工，要安怎做业，嘛是你家己决定的，嘛是因为你所行所做来决定你人生的价值到底是啥。现在即个时代，网络顶悬真会当看见真侪无共款的物件，有诶物件互咱得到真好诶勉励，但是假消息、假讯息嘛非常侪。要知影安怎来判断甲接受，我想迄需要一个真大诶智慧。总是我最近看到一个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伊讲起，你诶时间开伫倒落，你诶成就就伫倒落。伊讲把时间用来喝酒，就成就了什么？酒量。啊，你诶时间拢起来啉酒，所以你就练出酒量。把时间用来抱怨，就成就了什么？怨妇，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在抱怨。其实不是怨妇而已啦，怨夫也很多啦。你若开时间在埋怨，你就是真做迄个埋怨的啦。啊，你若是甲时间开伫你的面顶悬，就成就了什么？美女。听讲咱阁有一个还阁咧化妆，还袂来到遮的吼。把时间放在养生，就成就了什么？健康的身体。哦，看到敢若真艺术。把时间用来挑剔，就成就了刻薄；把时间用来学习，就成就了智慧。把时间，这个是哪段？把时间用在家庭，就成就了亲情。时间用来提升自己，成就了自己梦想。时间是中立的，只是我们的使用和选择不同。选择没有对错，只有结果不同。而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？人生不是别人的，人生是家己的。今仔日你若决定来到伫上帝面前，要用上帝的话语，成做咱一世人的准则，你就行伫上帝的路。今仔日假使你用你的祈祷为着别人来恳求，你就成做迄个做工做业的人。今仔日你将你的时间开费伫什么款的所在，甲什么款的人做伙，你就成做什么款的人。亲爱兄弟，你为着什么货来出世伫这个世界？对2020年第一个礼拜，第一个主日，愿咱大家做伙来思考。你的路甲我的路无共款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做的角色也无共款。总是你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角色？你是要互家己得到福气，也是你要互家己成做光，成做盐，互你四周的人得到福气？决定在你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农夫，伊种番麦，种了真好真成功。伊家己培育出来迄个品种，得冠军，得到真好的名次。但是伊做一件足特别的代志，当大家拢伫迄个中间咧欣赏讲，哇，即个农夫有够厉害，伊会当培养出迄个上界好品质的番麦的种的品种的时，哇，大家拢要买伊的番麦，大家拢要买伊的番麦，互伊生意好，互伊所种、互伊所做的工，通得到真大的收成甲成就。但是即个农夫足特别，
伊伫迄个中间无将伊的番麦转伫遐暗藏起来，伊反倒将伊的番麦好的品种分互啥物人？分互伊附近咧共款种番麦的人的时阵，伊将迄个上好的品种伊也分互别人。咱就甲问啊，奇怪，你是安那要将你的独家赚钱的秘籍，你竟然分互别人？结果即个农夫讲啥？因为啊，假使若敢若我一窟田，我的品种真好，别人的品种拢无好，蜜蜂飞来飞去，授粉用到尾仔，最后变做啥？番麦拢愈来愈歹。但是只有我的厝边好，我的番麦就会好。今仔日我嘛要直接甲大家讲，真侪时牧师所做的，就是为着家己。牧师上界大、上界好的，就是伊的会友好，即个牧师就会好。你的朋友若拢好，款待你嘛会真好。当咱伫即个中间，重新用光甲盐，诚做咱2020年，咱第一个主日问咱家己：你为着啥物货来出世？你要为着啥物人来做？你伫今年的中间，你要扮演一个啥物款的角色？愿上帝赏赐咱智慧，互咱会当做一个真好、真水的选择，互咱一世人所行的路无遗憾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引带阮行过2019年。无论阮19年阮所拄着的是啥物，无论19年是顺阮的意，还是无顺阮的意，是得时不得时，是得志不得时，阮拢伫即个中间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好，你就伫阮的生活顶悬来，互阮看见你的应允是确实，你的国是实在。主，阮伫即个中间，我要向你来求讨。伫新的年2020年，对第一个主日开始，阮就要用光甲盐来勉励阮，诚做阮今年的中间头前跑走的目标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毋是为着要得到福气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是要互阮家己诚做光甲盐。当阮诚做阮好朋友的光甲盐的时，阮的朋友也要互阮诚做有价值的人。愿你施恩、施乐伫阮众人的身上，伫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身上，以及每一个较无意、愿意来军队的人的身上。阮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